大家好，我係紫微斗數師余言。今次影片會同大家講下身為紫微斗數師我最熟悉嘅紫微斗數算命。首先有別於以五行相生相克嚟到算命嘅八字，紫微斗數係古人根據咗五行以及星象嘅概念嚟到創建咗嘅算命方法。我就以一張紫微斗數嘅命盤同大家簡單解釋一下。紫微斗數係好細緻啦、好具體嘅批算方法嚟㗎，係以12個宮位嚟到批算命主嘅一生。宮位入邊亦都有好多得意嘅名㗎噃，呢啲名其實就係星曜，其中太陽、月亮係大家熟悉嘅星曜啦，但亦都有巨門、天同呢啲星曜名稱㗎。每個星曜都會因應出生年月日時同埋出生嘅地點而有一定嘅排列方法㗎。例如大家所見啦，呢度每一個宮位其實都有自己個名㗎噃，命宮、父母宮、福德宮、田宅宮、官祿宮、奴僕宮、遷移宮、疾厄宮、財帛宮、子女宮、夫妻宮、兄弟宮，代表住人生唔同嘅領域。其實好多宮位大家齋睇佢個名都會估到佢嘅意思嘅。例如疾厄宮就係會睇到疾病啦。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最基層嘅理解。事實上每一個宮位都可以有多個解釋嘅噃。例如頭先提及嘅疾厄宮啦，其實仲包括咗呢一個嘅身體同埋內心嘅意思嘅。呢張命盤嘅疾厄宮啦，你會見到火星。最基本嘅理解就係呢個人個性係比較火爆嘅。我哋再睇多個宮位啊，就係官祿宮。呢個宮入邊有巨門，巨門其實就代表呢個人可以做一啲同口舌相關嘅工作嘅。但巨門喺紫微斗數裏邊係屬於一種帶有陰暗嘅星曜啊。咁所以同時都會有呢一個小人嘅意思，變咗做呢個命主佢喺工作上面就容易遇到口舌是非啦，同埋小人嘅。但其實以星曜嘅意思去推算人生真係只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層。要準確啲啦、細微啲咁推算出人同埋事其實仲要應用好多其他嘅法則同埋邏輯推理嘅噃。簡單嚟講八字算命可以好快速咁樣批算到你嘅大方向啦、大情況啦。而紫微斗數算命就係着重於精細同埋具體。八字算命其實就可以算到你嘅幸運數字啊、幸運顏色啊、幸運嘅方位啊。咁但係紫微斗數喺呢方面就係批算唔到噶啦，因為每一種術數都有佢自己嘅優劣之處啦，同埋有佢嘅唔同嘅地方。咁而紫微斗數佢着重精細同埋具體就譬如話佢會結合咗夫妻宮、命宮、財帛宮、疾厄宮呢啲星曜啦，同埋每年以及每10年嘅星曜變化，同埋其他推算嘅法則，就可以算出夫妻不和甚至係離婚嘅具體原因啦。你外遇對象嘅個性啊或者態度啊，同埋甚至乎你離婚嘅時候你要付出啲咩代價啦？例如話你嗰個嘅小朋友嘅撫養權會去咗邊度啦？亦都話係你會需唔需要賠咗呢一個嘅大額嘅金錢先至可以呢一個嘅離到婚入。今次由於時間所限啦，所以要留翻將來先至同大家詳細傾每一個宮位可以幫大家睇到嘅嘢啦。下次嘅影片就會同大家先傾下鐵板神數嘅呢個係仲包括埋老師以前算鐵板神數嘅時候嘅感受嘅噃。歡迎大家訂閱預言說命運啦，大家一齊傾下更加多有趣嘅命理知識。下次再傾啊，拜拜。